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安社区大学辅导汉语时事人创办讲师何德强。过来，咱台语轻声甲鼻声特别济，尤其鼻声。鼻声特别济，这就是咱世界公认。除了法国的语之外，是通这个说性感的语言，最性感的语言之一，甲法国的东西，这个轻声也是台语所有的，你可能你会听到这个包青天的迄款连续剧，伊就包青天就会讲胆是，利是瓦上，这利是，伊拢这是用线搁加这个轻声来称呼，台语搁一个通大的特色就是两字合做伙，甲三字合做伙，两字合做伙，除了日本话语之外，世界其他国，其他语言嘛是无济啦，尤其三字合做伙，比如说旁，草，这款语言的表现方法，毋是其他语言所会当来取代。话一句话讲，就是咱台语特有的。我到目前还无法度去找到其他语言，有甲反映这个三个字的用法。过来拟声字，北京语叫做拟声字。这个拟声字就是通接近甲事实所听到的声音。比如讲查甫查某两个伫谈恋爱，爱伫壁角仔边，伊讲话一定是清楚无，照细声无，你家己去体会就知影。若讲迄个锅仔内底放2粒金柑仔糖，你甲切者，伊就哩落落，古早咱就有迄个竹仔做的迄个凌晨，也是椅坐久，就生酸酸的，若较厉害就尖怪，这就是甲事实的物件所发生出来的声音同接近的，这就是咱台语水的所在。以上所讲的，就是咱台语伫日常生活当中所会当拄到的一寡感觉较特色的所在。